又閣有食毒賽車弄死人的案件，代志是發生佇咧高雄的公山。昨下晡一個姓陳的查甫人食依托米紙閣賽車，是衝紅燈弄到一個騎奧多擺民眾，駕駛無停車，閣甲這奧多擺剎咧行，差不多是350公尺。騎奧多擺民眾送病院，有援救無轉來。這款食毒食酒的案件是愈來愈多，民間團體今仔日行開道要討正義。車底一直清火出來，車頭也閣卡一台奧多擺。這個23月頭，這個姓陳的查某人賽車，佇高雄公山區嘉新東路甲成功路口撞紅燈，弄到奧多擺。騎奧多擺62歲姓吳的人被噴飛，奧多擺掉佇咧車下骹，車無停，繼續來拖350公尺，一直到導火才停落來。車上有2個人下來，就在那邊用水滅火，神色慌張，應該是有那個吸食毒品的那個情況。警消趕來現場，甲被弄到騎奧多擺的人送病院，不過也是救袂大。警方發現這個姓陳賽車的人行為怪怪，該做毒品喙瀾快篩，結果是依托米脂陽性反應，該逮捕。公車另外一個人也帶登去驗尿。吳姓機車騎士倒於路旁，無人經送醫後不治。警方到場後，經檢測全男毒品快篩呈依托米脂陽性反應。如果是食毒賽車造成的悲劇，姓陳的查甫人涉嫌食毒品依托米脂了賽車造成車禍，依照過失致死、肇事逃逸、加公共危險等罪，移送橋頭地檢署，並且聲押。幾多位民間團體出現佇咧開道訴求，拒絕毒酒駕，爭取司法正義。吸毒或者是喝酒，就是不能開車，你就是故意的行為嘛。今天是一個毒酒駕的人，我還怕你那個扣照把我扣車，我家裡有的是錢。一個人失去自由是他人生最痛苦的，讓他來失去自由看他會不會悔改。第一次就關他。雖然立法院這個禮拜3讀通過修法加重食毒賽車的罰則，而且食毒食酒賽車攏已經列入預防性機械的適用範圍，只要當事人符合條件就會被收押。不過，和食毒賽車的人弄死的警察劉宗興的老爸認為，只要是食毒食酒賽車就應該直接被羈押，才能有效阻止食毒賽車造成的悲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